大塘中英酒店周3公益日活动自1月起跑以来，受到各界支持，但因为5月疫情升温，配合全国一致的防疫脚步，饭店落实防疫政策，暂停餐厅内容服务，也互公益捐款活动因此而暂停，无法度完成公益募款的目标。为了继续支持德兰启智中心帮助偏乡心障朋友的伟大服务理念，大塘中英酒店决定发起公益绵延不间断，民众只要来外在防疫安心合菜组合，就当响应捐款30块，并享有7折优惠。防疫期间，那针对弱势团体，很少人去照顾到他们，但是因为台糖长荣酒店希望尽到企业社会责任，总是会是念之在之的，会想到这些的弱势团体。虽然在防疫期间，大家都在用餐的外带，但是台糖长荣酒店从今年的1月份到6月份，跟德兰合作，跟对这个所谓周3公益活动，但因为6月30号也截止，当然碰到这个疫情，那我们还是不忘了这些的德兰这些小白花哦。那我们希望就说借由这一次的虽然告一段落，但是我们还是继续为了这个所谓德兰这个小白花这个关怀他们，然后我们利用这个外带外带的部分来以上兼30块钱，然后我们来这里面有几个像我们有那个活力4人餐、甜蜜2人餐等等这些，我们也是尽到就是说这个公益活动不间断。民众对着会当透过外在餐点做公益的方式，拢表达肯定，同时嘛表示美味的菜色、优惠的介绍，更是让人惊喜。菜色的话 ，OK 啊，很好，都很新鲜。那价格一般的消费，所以这个疫情我都会当加吃足侪间无同款的饭店的好食的料理，都很新鲜又很卫生，服务都非常好。大塘中英酒店总经理郑东坡表示，酒店长期秉持处治社会、用治社会，以善尽社会企业责任为使命，全体同仁一直关怀社会弱势。透过周3公益日活动，累计协助总共22个公益团体成果丰硕。未来也希望更多人透过大塘中英酒店这个平台，来关怀社会中需要被帮忙的一群人，唤起民众对着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关心和重视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